各位乡亲，咱做伙来关心天气。今仔日风面wat来，北部甲东部拢会落局部短暂雨。咱做伙来看云图。今仔日马祖、金门甲偏湖拢会有局部短暂雨或者是雷公雨。台湾北部、东北部也有东部，有的所在会落短暂雨。过到中部以北甲东北部，也有其他的山区，部分的所在嘛会有雷公雨。其中马祖、金门甲山区过到可能会落大雨。为明仔载开始到礼拜，方面伫咧台湾的附近咧过，都要特别注意短延时的强降雨，也有雷公四呐甲透风。也那西半部、甲宜兰、马祖、金门、偏湖，都要注意有的所在会落大雨。不过今仔日中昼迄卡到台南、高雄甲台东县，拢是高温感觉色的灯号，可能会有连续36度高温的情形。也那屏东县是黄色的灯号。提醒伫南部的民众，即马天气是真烧热，水都要加啉寡。